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个大拍招呼，我阿迪。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雪红你来咯。是又过一礼拜啊！时间真紧实。我前一阵啊有去迄个公司录影，你知影吼？我跟你讲这件代志，去录这个海道南先生。当时要播我出，唔知咧，我无敢问。安那才好笑安尼啊！歹势敢问，家己无想要看。哎哟，安尼小明神啊！嘿，歹势安尼，无啦害就羞头前有一寡即个为着节目的效果吼，有互人蒙胸看者，我真歹势。哎哟，遗憾呢！我种就是有伫即个节目内底介绍一寡宜兰的景点啦，吼，风景秀丽的所在，讲宜兰好山好水嘛，吼，但是宜兰嘛够雨水，所以好天的时阵。若有机会当然大家出去啊，会使上山就上山，会使落海你就落海。拢有山甲海拢有。毋是要甲你塞落即个风尘的迄款落海啦，无共款吼。那都是介绍一寡，比如讲有即个樱花连横吼，就是即个蒙阿波，夜总会，夜总会蒙阿波，但是因为伊的即个环境非常之水，不离经济啦。嘛，因为去了真水啊，嘛是一个真大的即个景点吼，会使看到规个太平洋。有人去看啦，有真侪人去看哦，活人死人拢有啦。啊，当然嘛有介绍到即个南尾石盘步道石盘步道。南尾林美，虽然叫做林美，但是在地叫做南尾，林尾，叫做南尾，南尾吼。当然，啥叫做南尾咧？伫咧这节目内底嘛有甲大家做介绍。咱讲过安尼。对，咱嘛伫节目内底小可讲过吼，之前伫咧即个李洞宾甲周志正迄集，所以你若毋知影吼，因为是迄时阵其实咱讲的是即个景尾吼，当用三个 Q 来念即个名吼，景美即个所在，台北嘛真有名的是个所在，迄个夜市啊，就是还有一个夜市啊嘛真有名，因为在地人若是以宜兰腔吼，江腔阮就讲景尾，但是你若是即个当地。有两款然后你若较活动话腔迄款会讲景马，景马，敢若要马是要景一只马，景马吼。另外就是你若是我即个三叶腔吼会景马，就是较我鹿港的感觉吼，即个我全府腔一煞吼，就是落景马吼。三款拢有人讲啦吼，因为在地台北人较济啦吼，所以啥物腔口参南拢有，反正互大家知影。无共款的腔口会趣味。顺续都有提到讲即个南尾即个所在啦，咱打开南尾，那个有一个所在就是插拉澳。插拉澳，我敢若都毋知。插拉澳是伫咧即个南蒙澳啊，南蒙澳就是南方澳吼，在地阮习惯讲南蒙澳啊，南方澳，就是南方澳，因为在地习惯讲景，阮就讲南蒙澳啊，大过安尼。即个边啊，还有一个内比啊，内比啊，即个海湾啊，一个海景啊，真水嘿。即个水上的活动嘛真济吼，各种拢有伫遐伫耍安尼来开钱就有影啦。但是即个所在边啊，迄个所在目前互人定定叫做情人湾呐，内比啊，当定定讲情人湾安尼。尤其是黄昏啦，八暗暝时阵啦，去约会啦，去耍啦，囡仔大大细细啦，老岁啦，嘛拢有啦。对，但是伊边仔有一条细条啊路吼，直行，歹找就有影，无讲介好找，是咱讲秘境秘境的所在，有通往一个所在，就号做插拉澳。迄是爱讲，迄爬行落去哦，迄毋是讲你行路就行会到，你还阁爬行，迄行足行会行，就是爱爬索啊落吼，你若无小心跋落就不得了啊！救护车是到袂，无法度到遐。但是遐有另外一个无完全无共款的风景，伊迄海景啊，迄土吼，一般咱是沙嘛，沙。
海沙为主嘛，有诶是用即个酸蚵吼，珊瑚酸蚵，但伊拢毋是，伊有设立石头以外内底真侪即个彩色的玻璃珠啊，所以叫做玻璃海岸，当然互人叫做玻璃海岸、玻璃海岸，但是事实上过去叫做擦拉蚵啦。继续听者，我别记起。迄个玻璃海岸，啥叫做玻璃海岸？啥叫遮侪玻璃珠啊咧？咱其实我伫节目内底有做介绍啦，伫上即个海导览神仙的时候介绍，那嘛有讲到迄个时阵擦拉蚵即个名，甲海贼嘛有关系。所以咱这一集咧都会讲到甲海贼有关系的代志所以拄好想到甲小可提醒一下，大家知影一下。但是即个公司录影当时会出来，我无去甲问啦反正因家己会去宣传，因若有毋知咧，我嘛毋知叫恁去听好，还是叫恁去看好，还是叫恁莫去看好。我家己感觉小可研究，你知我较习惯用，较惯是用即个声音，讲话对我来讲是较简单伫电视录影有当时你爱注意的代志较济，你嘛会感觉毋知表现了有好无人讲电视顶看起来拢较大颗真惊讲大家看着我遮大颗，注重的代志伤济啊，荷包咱讲华语讲荷包伤大，伤济啦。想太多了。啦，因为我嘛无甲问讲这，伊人Q 讲问啦，我无甲问讲这个当时。从神仙什么时候播出？这应该嘛有较无了解，因为这是制作单位爱负责的部分其实每一个应该拢会知影啦，但我都不想要去问反正到时因家己宣传啦，那有宣传有出来。再讲一下呢，这个面皮结构我嘛是应该伫家己的这个 Facebook 小可讲一下啦，讲你若真正有要去看人会使免详细看啦，主要就是听这个故事本身啦，那甲这个阿浩就是浩子，甲阿浩个这个大派嘛有开讲讲这个内底内容啦，介绍因食这个西萝卜。我有炸西萝卜过去互因食，这西萝卜咧，风评袂歹，就是因结束了因为伊无可能电视顶就甲食了，一定是拢会留真济，只是一寡是伫电视顶食，互大家来看一下安尼。其他就是伫后台互大家食。要离开之前听到工作人员讲，这真足好食，迄间真有名啦，我应该免替因做介绍啦。我家己都伫要买袂着所以无需要替因做介绍。确实你若对西萝卜有兴趣即个咱嘛有一集专门伫讲西萝卜无毋对你嘛大家会使去听一下，去看一下真趣味去了解什么叫做西萝卜甲白菜肉有啥无共款我伫节目顶管过骂即个阿浩讲你只白菜肉，你规家伙拢白菜肉西萝卜甲白菜肉是无共款的物件耗子因用台语讲的时阵无毋对，号角响起迄个耗子因为伫节目内底即个因为因用台语的需要的关系，所以是拢用即个阿浩即个方式来甲互名啦无共款意思啦，因为咱台语内底较袂后壁加一个注即个字啦咱用法无共款，是头前加一个阿字较接用伊就用即个阿浩安尼或者是去公司录影的心得，就是要讲的代志其实真济，但是你无可能像咱录节目安尼录音每人的时间拢有限啦我一摆要讲这1点钟无可能啦所以讲实在变成讲等到是我甲足侪物件摕掉，我敢会使简单讲重点者安尼呢，你当然嘛使讲是讲重点但是等到头讲就是讲真济必须爱补充的物件，其实你是无法度讲到或者无法度嘛，我时间就是遮长因为电视的时间就是1点钟来你佫分足侪种的平均就是互你家己互你几分钟完全互你时间去讲的大概是8分至10分啦所以这都是无法度的代志，而且因为我讲话速度已经非常之紧甲所有主持人迄大牌就讲伊毋捌拄过有导览先生伫讲话的时阵，即个完全拢毋免讲话拢无法度插嘴的无法度，因为我已经尽量甲物件拢抬掉剩一丝但是量嘛是一定我嘛无甲讲袂完就拄好，但是就是真18就是时间杂的一摆一摆安尼满安尼，所以我就是讲甲结束嘛拄好我讲话速度佫足紧的我都
即款的速度之下，佫讲甲拄好呢，拄好时间用了。不哩够哩啊，对对。我有小可训练一个啦，就是台词我是有先写，然后为着好大家较好的即个节奏感啦、语速啦，还有即个声调押韵吼，因为你嘛咱的家己听众朋友已经加减知影讲，我定定会。你免一直讲伊啊，我。伫讲话的时阵伤忝嘛，听你讲到紧，我嘛足忝的。伫讲话的时阵会掺杂一寡即个押韵啦，吼节奏，我希望互大家感受到讲。听台语定定敢若听唱歌共款吼，真趣味迄个感觉，跳动啊，所以我一定会首先先做一撮准备，前一工去听写歌拢无咧认真所以开一寡时间啦，那变成讲我必须爱讲了，才我希望甲这物件讲了，当然都大家要插话的机会真少。无讲完，敢若无法度交代安尼。以我的语速要插话的人真正真少，所以私底下拄开始企划的企划啦，就是咱这企划人员、工作人员，一个企划毋是企，毋是企划，是讲企划，但是这企业要企嘛，所以有做企划嘛是会使。然后当然我有当时定念成计划都会使啦，反正就是企划人员啦，工作人员、行政的人。伊都甲我先讨论嘛，首先来沟通讲你希望要讲啥吼，大概伊这相片安怎摆吼，甲伊符合我的需要嘛，拢会先讨论过。我嘛甲讲，原则上大概就是掠即个时间长度啦，主持人有摘掉插话在伊插，但是纪律无介悬，我即程度先甲工作人员先提醒过，讲若伤长，这个嘛毋管啦，就是大概掠安尼，若伤长恁家己甲去加，了后壁要剪要加就恁的代志这我都毋管啦，这毋是我的工课嘛，你都。较辛苦一撮安尼吼，嘛开始时间，我认为时间是马上讲是有聊差不多啊啦，比9晚算是差不多啊。只是讲开始无留空棚互大家，通啊，互迄个耗子甲你插话。唯独就敢若拄开始讲的时阵，我有讲拄开始讲较慢，我伫想讲较慢，有即个大牌有问一句话讲，即个鱼翅是啥物？鱼翅知影无？鱼翅就是鳃内底迄个啊，鱼鳃。咱爱溜啊，咱要食鱼啊，咱家己买转来。咱定讲你若去市场买鱼啊，鱼翅甲天开看卖，看内底是毋是红诶？青也无青啦，对，看有青无青吼。鱼翅就是鱼鳃啦。相来讲就鱼翅，到时大家去看节目就知影啦。但是就是用讲到即个事，知影讲甲想着讲，确实毋是讲每一个人知影即个物件叫做鱼翅啦。鱼翅，你若无伫市场买鱼啊的人，讲实在你袂去注意即个物件。普通种草去市场买，拢甲你处理甲足好啊。一部分是安尼，所以你嘛无需要去讲即个部位啦。简单讲袂着即个部位。即摆少年的讲，真经嘛袂去杀鱼啊，大部分都是买可能规地，比如说鲑鱼、鳜鱼吼，鲑鱼咱讲，咱一般有个人讲三文鱼啦，吼，这是照外口的翻译过来，因为咱。本身敢若过去较无食即款鱼啊，土螺迄是个迄个，迄是鲔鱼，黑暗层土螺迄拢是为别位来，但是这是讲鲔鱼，迄做鲔鱼吼。但是若鲑鱼，因为鲑鱼本身是一个营养价值真好，虽然伊油分较悬，但是伊即个油是对身体好的油。咱这无要变成健身的，无要做即个健身的频道啦。或者是大家知影讲，你若要食着好的油质吼，要对家己身体，毋是讲人拢莫食油其实毋是安尼毋是讲要瘦你就莫食油。你若有食油吼，即个鱼仔本身的油是好的这是会使去做参考。但是即个鲑鱼定定看会着啦，鲑鱼一般咱可能会讲三文鱼啊，袂使讲鸡吼。有一个汉字叫做鸡，但鸡是讲甲鱼仔肉。拍打摕来生迄款的，咸鸡啦。咱讲做咸鸡，就是讲用的迄就是鲑鱼的鲑迄个字，所以意思无共款咯。你袂使讲这是鸡，这变是咸鱼啊。就是甲海产类的物件去生过，拍过生过，做成腌制品，迄个感觉生过的物件，叫做鸡。这个字伫咧台语内底是用伫这个用途，毋是鱼仔本身，毋是咱。即马拢继续补充者后壁你的节目还未开始咧。我本来是按算讲，我本来是按算讲，即个平安顺应该杨定理应该是一集来讲了，但是咱已经讲13分钟，所以我可能要听2集啦。大家无紧啦，咱都是有当时我讲除了故事本身以外，头前开讲嘛，希望互大家真侪物件大家在轻松的气氛当中，会使接收
第一就是听台语，大家有一寡词，你若听着讲，我过去毋捌安尼讲，还是过去较少听着，你家己会使练习甲讲出来，这就是啥呐？有当时咱头前会做这开讲是真趣味的部分，希望互大家去练习，毋是讲敢若听故事本身。你即摆讲这练习，我就要甲伊讲，我我看一本书就咧写讲吼，你著平常拢无咧讲来讲吼，无法度传承，你若讲我哪啉咖啡，嘛无法度延续。你无讲就是无根本嘛，你来去讲，莫惊歹势。像我昨看一个电视，那个咱讲阿德啊，咱习惯安尼讲嘛，外国人啦，外国人嘛吼。你主持迄个嘛是第一台有一个啥无书姐巴士迄个节目。阿德啊，去市场去说安尼。你讲是毋是一粒米？我不知道，伊迄就是我毋知向主席，我无伫看电视，我毋知影。一个阿斗啊出来嘛吼，夭寿哦！我即摆咧真爱讲夭寿啊，但伊讲到有够好诶啦。虽然迄腔真重啦，无要紧，但是所以讲，伊即摆就是讲重点，你爱去讲，你莫惊歹势。人毋过有听诶人会感觉足趣味，讲我会感觉讲，听咱讲话吼，讲甲你咱安尼，因为因伫学习中嘛，就觉得足好。你讲像伫学习中，像阿倒去主持节目啊，因当然嘛是一定有学习啊，虽然有诶嘛讲你也无介好啊，但是就是好耍啊，所以共款讲，就是语言你就是爱讲，平常会当讲才会进步。对啊，确实是，就是定讲定听。对。你毋讲就断去啊！这就是像我家己花市场，我家己花市场嘛是安尼吼。我有一个做清洁的一个阿公，算阿公啊，70外岁80通岁吼。伊就本身是客人，但是细汉对即个歌戏团拍照吼，做敢若咱讲白戏囡仔，白戏囡仔就是伊有一个词叫做白戏，就是讲。就敢若讲白田，白田就是讲你甲即个讲好工作共款，那这就是白戏囡仔，就是对即个剧团世界拍照，你都是故意的即个三顿啦，啥就是你即个剧团负责安尼。伊本身是客人，伊嘛是拢会晓讲客语，但是台语嘛足好诶，因为伊生活环境就是拢台语嘛。对。来甲遮住伫宜兰对。为爱走天涯，然后就是甲因某拢住伫即个宜兰即个所在。那伊平常时甲阮嘛是拢讲台语，但是伊会晓，伊共款还佫会晓讲客语哦，只是。伊个囡仔听有伊伫讲客语，但是袂晓讲，因为你无甲伊对话，你完全无即个环境。除了甲老爸，老爸佫会晓讲台语，安尼我想来一定要甲你讲客语。我即台语世界拢但是无用一种方式甲伊算安尼吼，咱有心要甲教，伊就会接受啦。过去无迄个观念，嘿啦，无迄个观念。人已经倒伫遐，伫要急诊嘛，已经佫无处理都袂赴的情形下，咱甲想起来讲袂使吼，真正佫囥落就真正就往生去。真无彩啦，讲这语言吼。真趣味，因为市场即个物件是呢，愈少人用伊市场就愈细，但相对大家若去投入，伊就愈来愈大。就台语目前这几年啊，我认为伊有一寡变化。对台语的需求，比如讲真侪戏开始爱找台语顾问，毋是讲像过去讲反正有人会晓讲就好啊，当然去斟酌即个问题。我写歌词的人，歌词的台文要安怎写，甲是正确的，等等的遮拢开始愈来愈济啊。册会使出台文册，像我最近顺续伫遮。感谢一下即个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吼，又送我一本册吼，做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台语现代小说选。那我伫即个我个人的 Facebook 啦，我毋是写伫即个粉专顶管，毋是写伫专业顶管吼。嘛有大概写一个，我看伊头前目前看到一半了吼，看伊一寡想法啊心得。那以后有机会反正会找即个主编来开讲一个。因为还佫伫看，我嘛毋敢挂保证，我知看册速度较慢一丝啊。较无用啦。代志嘛济啊，时间有限。对，但是休息要做啊济，工课有时也做袂出来。在此先感谢即个出版社来赞助即个册吼，送我册互我看安尼吼。多谢啦吼。讲伤远。主要就是讲，其实共款吼，当有愈来愈侪即个产业，台语相关的产业，我认为是开始伫拓展啦吼，伫愈来愈大，是有迄个价值伫哩的，所以共款刻意做起来嘛有即个机会。咱即满爱有迄个观念，就讲
你就是该当做是去学习，会当对话，会当讲话，这安尼就好啊。免嘛不一定讲我今日要去做老师啊，要做啥我会当甲你讲，我就会感觉就快乐的啊。我讲你听有，你讲我嘛听有，大家才交流嘛。对啊，重点就是安尼就可以啊。愈这款，我讲交流起来愈爽，你知影？你会使世界参乱嘛不要紧，台语起来就其他语言嘛真好。阮遮一边迄个就无偌久啊迄个暗暝还未旧年啦，未像即满的疫情遐严重，我就去顶悬落去唱一条客家歌，迄个客家语歌，落来阮朋友也讲。你也毋是客人，你来去唱诶，我那也要紧，好耍嘛。咱嘛唱英语歌，唱日语歌，当然嘛使唱客家歌。好啊咧，咱应该转来啊。我已经开一半时间拢伫开讲啊。好，来先来讲故事。顶一集咱讲到这个杨定礼这个人，杨廷礼，拄开始讲这个杨定礼这个人，仕途算讲是这个顺风西旁，一帆风顺，非常顺遂。到了嘉庆元年，也就是西元1796年的时阵，煞因为当时这个强势的这个福州府的知官和邓定吉，还会记得这个名无？邓廷吉，我讲就歹念嘛，邓定吉去甲斗啦，去甲朝廷斗，去甲陷害，去甲讲歹话自歹写啦。斗讲这个杨定礼过去伫咧福州做县官的时阵，小目无清，有歪高钱的嫌疑。后来就被朝廷咧编到这个伊犁这个所在，咱顶一遍有讲到伊犁，会记伊犁伫什么所在无？新疆，新疆或者新疆这个所在。伫咧伫遮嘛爱甲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杨定礼这个人。伫台湾做官的时阵，当然嘛有拄过真侪代志，因为嘛伫台湾踮真久啦，所以当然拄着真侪代志。第一段伫台湾的时间，除了这个林爽文事件，咱之前嘛讲到这个人林爽文，林爽文以后有机会讲到伊包含这个台湾府的府城起造这个土石城，这个台湾府都过去台南府城迄个所在，这算讲是台湾的头一座这个土石城。过去的城是用土做的，伊这是参石啊，用石头去控的迄度城门啊，迄度完全无共款咯，嘛有拄着像这个儋州泉事件等等，但咱遮都无个解说儋州泉事件啦，伤复杂啊因为咱时间无遐长，我个讲来伤久长。不过咱主要就是要讲这个杨定礼甲甘仔兰，还有平安顺心。咱顶一集要讲平安顺心，讲规集拢无讲到这4个字。这集先记得叫讲一个，讲有这个4个字，有这4个字就咱讲格马兰密码，甘仔兰的这个暗号的感觉。平安顺心，平安顺心这4个字的关系，就讲杨定礼甲这个4个字的关系。不过伊真侪这个生病的事件，杨定礼的生病这一世人真侪代志，我拢会跳过人过，因为我主要讲是伊甲宜兰三省的关系，毋是要讲伊的一生安尼伤长，一生可能讲袂完咯，伤侪代志啊。咱顶边讲到这杨定礼伫嘉庆元年被编到伊犁的当时，迄一年宜兰也就是当时的甘仔兰嘛，当要发生一件大代志。发生什么代志？咱顶一集无讲，就留一个这个话尾，互大家来等一下安尼。等一个，小等一个。到底什么代志咧？迄一年，住伫这个三条岭的五沙，开兰第一件五沙，带着一大群人要来开垦甘仔兰的大片土地，当然，这部分佫是另外一个老长的故事啦。五沙的故事总有一天我会讲，不过不是即马，不是现在，请大家咱耐心听候。因为五沙的故事要讲起来，佫话头长啦。之前嘛，甲因有一寡关系，所以要讲较复杂一丝啊。真侪资料，一讲可能讲真侪集去啊。或者以后有机会甲来处理啦。杨定礼互判去伊犁，一判就是6年，6年。辛苦。伊是嘉庆元年判的，到了嘉庆7年，总算是讲会使离开啊，因为判6年嘛。但是当时朝廷的判决内底有讲你毋若是爱去伊犁，当初时欠的钱，讲小目无清嘛，看短缺欠偌济钱，你拢爱缴清，缴好你才好到官复官职。你会使等来做官，我是会使互你等来做官。去遐发配边疆要个摕。是，所以伊一直点到这个嘉庆8年的时阵。
转去到因的故乡吼，转去故乡嘛无官通做啦吼，因为你就无钱通拿啊，你会使转啊吼，你免伫即个伊咧即个所在啊，但是你就是无官通做。伊就无钱心郁卒，哪想哪委屈，公司我都无凊彩，哪会无甲遮悲哀？是讲有影好佳在，消息传到台湾来，即个地方属性是有够慷慨，出钱替伊害，安尼哦，真好，替伊还钱就对啊。最后伫咧嘉庆11年，你知影讲去过去，伊伫台湾的时阵可能方便真做了袂歹，受到爱戴，受到欢迎，地方属性较愿意出钱嘛。那即个人规工伫即个所在为非三做讲实在，想要出钱甲吹倒来，无可能嘛。功劳就对，代表讲伊认为讲伊做了还算袂歹啦，即种地方属性安尼感觉吼。最后伫咧即个嘉庆11年的时阵，受到即嘉庆皇帝来召见，叫伊来就对啊。派伊过来台湾府，台湾府做知府。讲你钱嘛纳了啊嘛，会使啦。你之前台湾府知府敢若做了，佫会使啦。来，既然地方属性拢愿意替你出钱，可能是真正做了袂歹。好啦，无你就佫去，你佫去做。你遐百姓就到出手上做。互你管服原职，或者管服原职啊咱就讲即个迄时算做了袂歹啦。伊就嘛有甲皇帝讲要离开进前，皇帝叫伊来见一面嘛伊就讲认为应当爱开兰地理啊。就是讲我要去甲即个台湾，要去做知府啊，想要甲皇帝禀报讲，是毋是即个时机差不多啊？应该爱开垦甘仔兰即个所在的地理啊，爱开垦。因为伊嘛有听讲有人去到遐嘛，既然开始有咱的即个大清国的子民去到迄个所在去开垦啊，照你讲，咱也开始设官地理嘛，毋知讲是毋是应该安尼做吼？那皇帝就讲，好啦，我考虑看觅，袂敢若毋安尼吼，无兴趣安尼。讲实在，清朝过去，我嘛过去捌讲过吼，伫咧治理台湾即件代志，因的心态大部分，尤其早期吼，拢是一款你莫甲我出代志就好，我毋是要发展你。对伊来讲，就真是一个偏西大的所在，一个小小的所在，比起伊即个中原地区看不起眼呐。所以伊爱就是你莫出代志，莫变成即个反抗政府的基地，其他无重要。你过日倒，你什么经济要我发展拢毋免，迄无重要。所以因的态度一直过去拢是安尼啦。所以就即个问题。那不过就是即个伊甲皇帝讲了，皇帝就甲应付一下嘛。我考虑看觅了，伊就出来就来到台南的即个台湾府城来就任，这就是第二遍来到台湾啦。你其实伫咧杨定礼不在的即段时间，台湾有一个真大的治安问题，就是咱拄开头大话头伫咧开讲的时阵，有讲到海贼的问题，就是一个海贼的治安的问题。当时有2代海贼，两个真有名的海贼，毋是鲁夫还记得那有伫看卡通的人，看即个动画的人，就知影讲即个航海王鲁夫毋是即款的头一个是泉州人，即个蔡牵蔡牵。蔡牵迁徙的迁即个牵字有真侪写法啦有的人是写牵手迄个牵嘛有写牵线的牵，真侪写法，但是总共咱一般拢叫伊蔡牵较济第二个是漳州人朱本一个蔡牵一个朱本咱会记这个名就会使你共款朱本的本嘛，佫落会写法啦即个蔡牵甚至伫咧嘉庆10年的时阵，自称或者定海为武王，听起来都真下拜安尼甲你好，甲你迄落官位安尼，听起来足色怕迄落感觉有啊不哩大安尼。海贼的故事当然嘛是真侪啦，尤其蔡牵这个人，伊本身嘛留下真侪有名的故事本身伊过去基地主要伫平湖平湖人袂叫家己所在做平湖啦但是以咱的腔口，咱就讲平湖那因为咱有讲到即个海盗南先生我嘛有讲伫南我的玻璃海岸伫插到湖的迄个所在，甲海贼有关系。即个海贼咧，就甲蔡牵较无关系，是讲资本的代志。我伫遐有讲到资本的代志，我赶快大家有兴趣，会使等播出的时阵去遐看觅。因两个故事包含过去一个做白虎尾，虎尾就是咱的淡
水淡水嘛甲海产有关系过去一个风俗，这嘛以后有机会拢会来甲大家讲真侪，因为要讲代志伤侪啦，我都慢慢来补充啦，大家更较熟悉台湾真侪风俗啦，真侪故事安尼大概就是安尼。简单讲时间收一个，就来到这个嘉庆12年啊，迄个时阵海贼王资本进入到台湾，就停靠伫这个基隆这个所在。清国的这个水师总兵或者王德禄王德禄真有名王德禄知影这个消息就率领这个水军要来战资本。资本伫这一战当中战败逃走，到了什么所在？就是苏澳。伊就想要甲即个柑仔兰的溪南地区甲占起来，溪南溪北咱过去嘛讲过，就要做伊长期的基地。迄个时阵呢，清朝政府就想讲，即个柑仔兰虽然目前毋是咱大清国的版图之内，伊无算在内但是若互资本伫咧遮发展起来，以后是毋是佫较麻烦？你若愈来愈大，愈来愈麻烦，毋是办法。趁单伊即个元气未复，因为拄战败嘛，来到即个所在。我看咱应该爱趁上追击，就是讲，就是咱趁即个机会，自此水师总兵王德禄为即个海上赶往所谓外海，要相面结功。所以另外一方面呢，就请即个杨定礼，迄时伫台南行山路，行即个淡蓝古道、淡蓝古道，就等于过去淡水到柑仔兰，两面来包就对了。就是海甲陆地拢有就对啊。来到柑仔兰，要考劝溪南的人讲，你毋通甲海贼合作。虽然即个所在目前无伫我清国的版图内底，但是咱毕竟是大清的子民啊，所以你毋通甲即个海贼合作，你应该甲阮清兵，清兵毋是伫食迄款清兵清帝国的即个兵士做伙来对抗海贼，就考劝即个柑仔兰的居民就对啊，即个汉人。迄一年9月9号，旧历的9月9号，杨定礼自艋舺出发，伊迄时已經到艋舺，到位艋舺佫繼續出發。搬過燦公寮、澳地龍嶺，一直來到了柑仔蘭這個所在。這規條路當然艋舺國家向後壁一撮，就是到這個河尾淡水這個所在。規條路打通稱叫做淡蘭古道，我都有講到其實是一段一段倒起來啦。若是這個路歹行，來到柑仔蘭了會發生什麼代誌嘛？真歹講。所以人講搬過3條嶺都無想無驚，這是有這個原因。就是你講這個柑仔蘭來到柑仔蘭以後，這個風險是真懸的懸。但是我嘛捌聽過人講有一款較趣味的講法啦，就是你講這個因為3條嶺這個名叫做3條，其實就是因為過去這個西班牙人捌統治過這個所在，定定甲過去咱應該佇國家的地號名摕來號這個所在，所以就號做聖地亞哥。聖地亞哥是因的這個發音啦，因的語言，因的語言的發音當初是因的迄個所在就嘛佇遮就留下因的血脈，即總是有一個通婚啦，看到查某囡仔水啦，就生囝啦，甲遮個人做伙當然就即個當地西班牙人甲當地人所生遮個囡仔但有一款較歹聽的講，或者十種也是講起來就歹聽，以前的人會安尼講，過去人會安尼講，當毋通安尼講，這就歹聽的。講安怎可就水的，我家己有捌聽過另外一款講，就是拄仔講的即個日語的講，叫做愛諾可，就是合作伙的意思，無共種族的人合作伙，不同種族啦，做愛諾可，因為漢字寫做合作的合，諾就是大家攏知影迄個諾啦，日語迄個諾，可就是迄個子，兒子的子，迄個子，愛諾可就是講合作伙，迄緣合作伙的即個不同種族的人來鬥做伙的囡仔啦，就是無共種族鬥做伙的意思。不過咱當時講日語安尼講啦，當然日本人是就較少講愛諾可啊，因當用的是國較即個參南血統的人因攏會講 half 其實就是英語的即個 half 就是一半的意思啦，就是講我的血統是一半，一半是老爸是倒位啊，老母是倒位啊，或者 half， 所以我捌聽日本人安尼講，你甲因開講時，伊本身是
南各罗国的，南真济国家，南咁啊4国甲8国已经记袂起来啊吼。那伊嘛是共款讲伊是 half 日语的 half 就是 half， 安怎讲就一半一半，毋管你南几国啦，拢是做 half 啦，拢是做一半的意思就对啊。这是日本人当目前的讲法，咱当电都是台语内底定的对过去的日语的讲法就爱诺口，这较接拄着。因为不同种族讲囡仔拢足水的，基本上啦，特别像这个红鞋啊，红鞋像这个红啊，呢真古锥安尼吼。话讲这个杨定理来到柑仔兰了后，我拄也袂记你讲这个。搬过3条领都无3条领都无想无干，就是讲因为这爱诺可能足水的啦，所以你搬到这经过这来讲，这查某囡仔真水安尼吼，袂记家己有某有囝吼，这是罔讲生笑啦，这个讲法，但是无任何实证证明啦，无任何资料通证明安尼。我讲到杨定理本身吼来到柑仔兰了，伊就开始四界去游说。去说服大家，就是讲要请大家咧，通甲海贼合作。伊嘛确实有成功说服着当地的人，客人的这个人，甲因做伙咧往教苏澳。迄时阵资本是固守伫咧北方澳，北方澳就是南方澳的对面。大家拢知影南方澳啊，毋知影北方澳。因为北方澳尾啊遐无大人嘛，无开放，嘛有海军。因为过去是两边，这个澳就是一个湾海湾。伊有分北边、南边，南边就是咱当讲南方澳，当然伊的北边就是北方澳，但北方澳因为迄个当时美国几年我袂记哩应该是60几年的款，我印象中啦，无确定，我无去特别去做这个资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介绍就是因为要做成海军基地，内底人全部拢迁徙来到这个南方澳所以这个北方澳就无对外开放。当初是内底有一间庙，妈祖庙，或者晋安宫，我若无记错，采妈祖我冇去过，是这个拜妈祖的，但是迄阵一直跋杯讲咱甲这个规间妈祖庙来迁徙到南方澳，好无？但是这个妈祖迄边安那跋就跋无杯，伊袂愿走只好隔壁南方澳的人伊就是北方澳的人迁徙到南方澳了后，重新起一间晋安宫，但是原本的晋安宫无刷叮当，妈祖嘛维持伫内底，算讲分灵到南方澳安尼，所以当伫咧北方澳甲南方澳拢有即个晋安宫，只是讲你若是即个北方澳晋安宫，目前向伫拜咧，就变成海军伫拜啊。即马百姓要去初15，莫讲悬啊加收金，你要讲是固定初15，我袂记几号去。阮是迄阵阵是安尼啦，初15你讲要去拜拜迄个身份证爱带咧，到你门口车停咧，阿兵哥甲你载去哩，互你去哩。我要补充一下，毋是阿兵哥甲你载去哩，是阿兵哥会坐你的车。毋是，恁也是载去哩？毋是，家己的轿车爱停伫外围。恁当时安尼？阮迄阵阵安尼真侪年啦，真侪年啊。我感觉去毋是安尼咧。无，阮真侪年，等于前一阵公司即个。录影伊是有我有甲介绍讲，还是你讲我来甲你介绍北方澳，隔壁因有去问过，但是因为讲疫情的关系，目前都无去对外开放我毋知当时会开放啦，目前是无，一般人都袂使入去啊。无啦，阮去是安尼，迄阵阵就是讲下当初15会开放，阮会去拜拜收金。对，使去庙拜拜。你车停咧外口，你伫外口车停好，伊身份证条伊对好了伊用因的车甲恁载家，因为有一段距离啦，差不多像讲几分钟尔啦，开车几分钟啦。伊甲你载家迄个山卡了一个干嘛去哩都庙的对。所以因甲你载去，车你拢放伫外口。你迄个时阵是？阮迄阵阵车拢袂当入去，就是你落来伫伊门口遐身份证爱缴爱对。所以讲你去的规定，甲我去的时阵规定无共款。我去的时阵是，我会记你敢若较早去我看我去过时阵，因毋是安尼是，你会使开车入去。当然，伫咧门口营区门口共款是先验所有人身份证伊会甲你车拍开，看你有藏一寡有诶无诶物件无确定拢因为是海军基地嘛，你嘛袂使啥物拢走入去。确定无问题了，伊会派一个阿兵哥，直接坐伫车底。坐你边无啦，坐伫你车底就甲你做伙，叫你开车向倒遐去，甲你指路指路到倒位，车停落来了你就会使去哩。伊会对恁去哩，你到时阵搁再转来伊对你去哩了，伊会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会使翕相，你会使对庙翕相，会使对以后一线这个2线啊，做大线呢。
我会记过去是一仙呢。2仙这大仙，我当相片。我印象中是一仙啊。太久啊啦，找无啊。系吧，紧，反正就是，那大家有机会上网络去查一下有啦吼。你会使对这个物件翕相吼，就是咧妈祖像吼，就古水迄款的吼。但是吼，伊迄妈祖庙咧讲，真古早。因为都无个改过。嘿，无改。啊，你对庙的很亲切。嘿，但是你袂使越头对海军的这个海港啦、基地去翕相，你只要一越头，因为随时拢有阿兵哥伫遐，伊就甲你阻挡吼，所以这是。真特别的一个经验，大家以后若有机会吼，事先先做功课。我毋知当时佫重新开放啦，因为之前有问过啊吼，但是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吼，因为讲法是安尼，暂时无对外开放啊，吼，无法度去翕。原本我是想要伫电视节目内底是想要介绍即个北方即个海军妈祖吼，专门为着海军来保庇的妈祖。对。但是都无法度，因为无法度入去吼。即马平常就是拢遐阿兵哥吼，帅哥去底下去处理拜拜，对，拢会去维护吼，去维持即个庙的。但是庙元素是拢无改啦，一直保持原来的古味、古早味。嘿，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会使去看卖，不趣味啦。会使事先做者功课，较着去下面看卖安尼，或者互大家了解一下，知影北方澳即个所在。敢若古迹哦。嘿，过去资本就是要伫即个北方澳即个所在吼，就是想讲做伊的基地啦。吼，咱要讲着即个北方澳。吼，啊，讲对咱杨定理本身去游说大家了，就是说服大家讲咱的即个毋通甲即个海贼资本合作吼，所以大家同意了咧，杨定理吼，就为即个陆地王德禄，咱在讲水师总兵即个王德禄，就是带人为海上吼，两面夹击吼，就是一个为陆地，一个为海上咧哈。啊，即个资本大败死去啊，吼，离开所，就离开北方澳即个所在，无都一定要走啊，吼。这时阵其实是杨定理头一遍，咱当讲杨定理已经来台湾第二遍，但这是头一遍亲身踏入噶玛兰的土地，或者是头一届，吼，为着头一届来就是为着处理海贼的问题，吼，这是头一遍。我一直看到讲啊，即个所在吼，毋若空旷，土地佫真肥嘛，咱有即个南洋兵油，吼，边缘兵油拢可以吼，无毋对，而且嘛已经有遮济咱的大清国的子民啊，对来讲啦。啊，你看海线呢吼，一望无碍诶，也好。有啦，有物件啦，迄只龟永远拢伫遐。吼，人像花莲的海，就是看过啥物拢无吼，咱就是永远一只龟伫遐。你伫北方澳遐看会着吗？北方澳啊，你若是较突出去的所在会，南方澳啊嘛还佫小可会，南方澳部分所在有，吼，就是看即个海湾的方式啦。我会记得印象中是有一丝啊，当然看到的造型就佫无共款啦吼。啊，过来就是即个因为看到即个所在真宽嘛，吼，就是讲应该已经有遮济人伫遮开垦啊嘛，所以应该真正爱识观地理才对啊。吼，伊就派人吼，讲咱来即个勘察土地吼，你要识观地理，要先了解即个所在，就爱了解即个范围啦。嘿，所以就派人来即个甲即个所在做勘察了，画成地图，画好了就照明调停，希望讲来纳入即个版图设置观听。观听叫地理，调定安那甲印咧，经过遐尼侪年啊，当初时拄开始，当然差不多是讲嘉庆8年的时阵，嘉庆皇帝甲叫来，讲啊，你进前看起来做了可袂歹啦，吼，在台湾佫互你去地理，去管理，伊就甲讲，既然诶，感觉咱这所在通来开垦，来地理啊，伊迄时阵甲讲佫看卖啦，吼，佫过遮侪年啊，再过10多年啊，过4、5年去啊，伊个各家调定嘅禀报了吼，就像咱顶一集讲嘅共款，拢共款嘅意思啊。调定就是讲无钱，伤费袂见，就是安尼。佫补一句讲，你代志办好，就莫伫遐延前。延前就是拖延嘅意思啦。那写汉字写2个延长嘅延，但这2个延呢，即个念法无共款，念延前。那就是讲你。感觉咱即边代志处理好，海贼嘛管好啊吼，该对你台南去府城吼，去该办公司你办公司甲办得好吼，莫规工踮你遐伫遐会想知影你是伫遐创啥吼，因后山我知你创啥毕竟对即个伫台湾的人，甲伊心拢较重吼，毋知你伫后壁来惊会改翻倍。咱讲天高皇帝远嘛，你今日登府城迄边吼，迄边观较济嘛，到尾啊过当年。就是即个嘉庆13年的时阵，国甲杨定理调转去做其他的官职啦，就是佫是内陆迄边清国内底本身
伊就又搁离开台湾啊。啊，这人嘛真忝啊，来来去去安尼吼，代志真济。离开台湾了后咧，伊到底是搁拄着啥物代志吼？当时又搁来，因为咱讲其实伊来到台湾总共来3遍，来我想看觅来3遍，来到柑仔兰即个所在来5遍。吼，咱拄仔讲着第1遍哦，头1遍尔，头1遍来就是拄为着解决海贼的问题。后来嘛，认为讲即个所在确实诚好，派人就留伫遮一段时间嘛，吼，就派人讲咧地形图啦，地图甲画画，咱来甲调定照明，讲即个所在爱地理爱创啥，这是头1遍。皇帝迄边讲无钱啦，伤远啊啦，我不想要插啦，袂瘾插啦吼，所以就叫伊讲你代志做好，莫遐延长啦，你紧对你的即个台南府城，台湾府城吼去做代志，就安尼。就结束，隔年都搁调转啊，调转即个内陆啊，就是因大清国对调转长山迄个所在啊，所以就无伊就搁无伫留伫台湾啊，这就是等于讲伊第2遍来到台湾又搁离开台湾啊。真忝，离开台湾了后发生啥物代志啊？搁伊后来是安那又搁来到台湾，即目前为止咱甲讲伊头1遍来到柑仔兰尔，还搁有4遍，伫咧后礼拜咱搁来甲大家继续介绍因为咱头前即个开讲真长，但我讲嘛无要紧啦第一是故事有当时是像讲一个补充一个好耍，那头前开讲其实内底嘛有真侪内容，希望讲甲大家来分享，毋管是我讲话语速因为我伫咧即个平常时开讲的时阵的语速，因为无够的情形下，语速变得较紧，大家嘛互大家训练。其实我到尾听真侪人甲我讲，虽然我讲足紧的，但是其实因听会清楚，听有你可能甲咱的腔口家己加减有关系。当我内底嘛会调讲参谈真侪即个既然腔的讲法，大家嘛使去比较看觅讲甲你家己的腔口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比如讲我定定讲比如我想看觅，比如讲咱讲厝内。比如讲恁厝内安那，有当时咱袂安尼讲，你讲你厝诶安那，这是既然安尼讲，但是你若详细听南部人讲话，毋管是台南是高雄，地拢即个习惯就是我会记你家己加减嘛有，因就讲恁厝邻安那。有诶讲厝里，有诶讲厝邻，有2款一个是厝里，有诶是厝邻，恁厝邻安那恁厝里安那拢有，但是咱遮绝对无人安尼讲，你若遮安尼听你电话足奇怪，你讲你厝诶安那，你厝诶是毋是拢有做即件代志？厝诶是毋是过年会拜拜，过年会创啥？咱袂讲恁厝邻安那，你只是讲厝邻，你就知讲这绝对毋是宜兰人。嘛袂去讲你厝内啥个？厝内就是上普遍，逐个拢听。我若讲厝内，逐个拢听。有诶，但是讲恁厝诶较济啦。一般厝内就是咱慢慢伫讲伫说明较清楚后壁真侪代志，比如讲厝内就是爱囥啥，可能较即款诶实体情形。但是若比如讲一寡较毋是实体诶物件诶时阵，咱讲恁厝邻，我讲南部啦，咱遮你厝诶，你厝诶对。路诶嘛是共款，你定讲路诶，无要讲啥？对路诶对啦，但是因会讲路邻。对了，我捌听对。路邻有一个啥物物件？我会讲我伫路诶看拄着啥，我伫路邻拄着啥，甲我伫路诶拄着啥，差一个字，你拢知影是拢听有伊诶意思，但是家己用词拢无共款。毋过因为咱讲咧关系，所以讲路邻你嘛听咧嘛，敢若麻痹啊，无啥。对，你会知影习惯但是你伫咧真正常伫咧讲话，正常伫咧讲话诶时阵，你到底会用啥物词？其实甲你的本身的即个习惯有关系，你惯势，你的母语有关系，所以变成讲，比如讲，我当然听有路邻是啥物，但我伫自然讲话的情形下，除非我挑工要模仿，无我绝对袂讲路邻，因为你会感觉足奇怪，你一定自然会先优先去选择你感觉上舒适的讲法哩，迄就是你的母语用的腔口，大部分啦，所以我定讲我讲话我。第一优先想到，比如我就讲姓名，我就袂讲，我就袂讲姓名，我讲啥？姓名，姓名。当然有个人当是因为唱歌的关系，唱歌内底较常用姓名即个词，较少用姓名即个词。毋捌去注意啦，因为感觉都听有着，讲就自然安尼尔。但是你的自然甲我的自然两个是无共款的发音，所以顺道毋是讲好无好的问题，即甲好无好无关系。你即个所在较久啦。我周围的人，西伯利亚的人，逐个拢是用即款的发音，保留。较久，所以我已经即个个关系啦，就是电讲已经种伫个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安尼啊，一定伫你的心内底，就是讲即种话啊。我当然会使模仿，会使调工改，
但是总是无共款吼，自然你讲的时阵，你自然补出来这话就是无共款，完全无共。这我讲这是真趣味的所在，对，这就是好耍的所在。对啊，我拢想讲，你平常会当讲，才有法度传承。你若无讲，嘛无物件嘛是问题啦。先有讲，再来讲啦。无最起码先有听，你若完全袂晓听甲底咧讲。对啊，听讲吼，哪听哪讲。你上好一个人，敢若少年细念佫较好。袂啊，阮有些就是安尼吼，我无对上好讲啊，我嘛是家己读，就是讲有些甲读出声，对毋对嘛袂要紧。知我拄开始伫学即个西班牙话、西班牙语吼、西班牙语的时阵，因为有一个真特别的发音，是因为台湾无。台湾毋管你是讲华语、讲英语、讲台语、客语，拢无即个发音吼，是个喙齿了拢打舌音，所以一般人其实爱开诚侪时间去训练。我拄开始伫训练即个发音的方式的时阵，是行伫路敢若笑的，看到啥拢是用即个方式去发音。我当对已经就习惯了。迄个音冇做 R，我讲受不了。然后甚至会两面的迄个绕口令是然后就大概安尼个即个意思吼，就是互你训练即个发音吼，发音的方式。莫惊讲人会讲即人敢笑的，我伫路就是一直安尼念，一直安尼念，然后就是一直安尼一直训练安尼。对，你惯势了，变成你家己一部分，你自然就会晓用啊，自然就会晓使用啊。大概是安尼，咱今日时间嘛拖甲真长，我要7点钟啊吼。其实故事讲无长啦，歹势，因为头前拢咧开讲后壁佫你想这讲这想法安尼。好啦，咱的题目还好，咱定了不溜，咱就亚特聊聊天，就是以开讲为主。我伫开讲当中给大家介绍，当然我其实嘛是爱做即个功课，做即个故事的准备。虽然是开讲嘛是有内容哦。好，大家会使，希望大家会使感觉讲每一届拢有无共款的收获，一无共款的即个吸收着无共款的知识啦，无共款的物件安尼。好啦，这集就到遮咯，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集内容你听人受介意，就有啥物款指教较建议。你是赶火车呢？互大家试看觅啊，较紧的速度安尼。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好无？你若是你的即个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Mixbox？我感觉是真忝的啦，要听你即个安尼讲。我是希望你使留下个2分数，互阮一寡鼓励吼 ，Facebook、Instagram 使找出亚特聊聊天，嘛会使看到我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简单讲，重点就是去拍分数，拍红个website，过来就是去 Facebook 啦、Instagram 去找出亚特聊聊天，因为即个内底真正有真侪补充的内容是我伫节目内底无法度讲的，咱敢若开讲就开一个时间啦，所以真侪补充啦、俗眼啦，有我可能最近去做啥物代志，我有一寡心得想法，这嘛拢会伫内底一些心得跟想法。对，所以希望大家若有机会，你会使去找找看觅亚特聊聊天，亚特就是亚洲的亚洲的亚特别的特亚特就是即个有一个咱传说中的古文明，或者亚特兰提斯迄个亚特Atlantis 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查看觅找看觅，其实有真侪内容，我拢会写伫顶悬。当然嘛，有一寡预告啦，等等的嘛，会使去看觅。咱今日就先安尼咯。嘿，OK，拜拜。